舞表演，咁就同大家睇下我哋喺呢個表演過程裏邊發生嘅內容，我哋即刻去片。芝麻開門！我哋而家咧嚟到呢個靠近沙灘嘅一個餐廳，咁喺呢條路裏邊咧，直接落去咧就係嘅。咁我哋而家就行落去呢個小徑裏邊咧，就係食一間巴嘅餐廳嘅。咁會有啲炸嘢食啦、飲酒啦。最緊要咧，我哋呢個位置咧係因為佢會有一個噴火嘅 show，所以我哋就過嚟呢邊睇埋啦。咁我哋咧已經喺網上預約咗呢個餐廳，book 咗夜晚9點嘅。上翻餐廳嘅官網，餐廳嘅官網裏邊就可以 book 嘅。咁揀翻你要去嘅日期啦，同埋個時間，同埋揀翻有幾多個大人咁樣，咁就可以入翻去呢邊啦。你見到佢現場嘅氣氛已經非常之好啊，入邊已經響晒啲音樂啦，同埋有啲燈光嘅。點解有咩感覺啊？幾好嘅，呢度仲有一個波台嘅，係喎，啱你喎。可以篤幾嘢嚟到識篤波嘅朋友，記住嚟啊，幾好啊呢度。I need to drink the water. Is it okay? Keep in your bag. 嘅時候咧，佢會有一個手帶啦。入場嘅話咧，係每一個成人咁樣計，咁就8000。咁我哋9個人啦，就 total 72萬。大概其實你當港幣計翻入場嘅話，平均就24蚊，24蚊入場費。2、1。係啊！你做咩啊？
作為女性，當然時刻都要感覺舒服同埋自在啦。我相信好多女仔都有出現過私密處不適嘅問題。隨住年紀越嚟越大，保養對於女性嚟講越嚟越重要。特別係香港經常有熱有濕嘅天氣，私密處出現痕癢同埋異味，你話點搞呢？再加上而家嚟到富國島，氣溫超級熱，足足高度有成35度，比起香港嘅天氣更加悶熱同埋潮濕，同埋而家又要嚟埋 period 啦，所以就會覺得更加悶熱同埋更加唔舒服啊！作為一個優雅嘅女性，又點可以有異味呢？如果想保養女性私密處嘅問題，建議可以試下呢個私密彩膠囊同埋噴霧。最近我就試咗 Collie-G Feminipol 嘅產品，佢係香港名牌 Collie-G 科麗健旗下熱賣絲襪保健品。呢隻強效正本3合1嘅功能，可以保護絲襪啦、泌尿同埋膀胱系統嘅問題，真正解決頻、急、滲。佢擁有5項嘅專利認證，只需要1日就可以有效咁樣抑制大腸桿菌同埋白色念珠菌喺私密處增長嘅問題。即使平時喺香港，亦都會做 gym 啦、踩機同埋做運動，亦都會叭叭聲咁樣出汗。雖然坊間都有好多唔同嘅方法解決女性私密處嘅問題，例如中醫同埋西醫，但一般西醫嘅價錢都唔平，亦都會有副作用。如果要食埋抗生素嘅話，一般都需要1個療程咁樣去食。停食嘅話，亦都會令到念珠菌有抗藥性嘅問題。而中醫就更加唔使講啦，大家都知道係一個慢性嘅治療。對於我呢啲咁急嘅 J 人嚟講，又點可以咁慢呢？絕對會想快啲盡快藥到病除。而報告都指出，連續服用24週之後，感染率可以有效咁樣減少89%，簡直啱晒我呢啲 J 人。Feminipol 含有多種專利成分，例如洛神花、4種絲襪益生菌同埋菠蘿酵素。專利蔓越莓成分經實驗證明，抑制白色念珠菌效果超過其他品牌。產品採用3層封裝技術，保護有效成分不被胃酸破壞，直達私密處。我有朋友經常有尿道炎，復發嘅時候即時食4粒，即刻冇事。而產品都係無添加、無副作用同埋冇藥性，所以可以安心服用。一定要 keep 住食啊！另外同系列仲有一隻益菌舒緩噴霧，出咗好幾年，唔少朋友都有用過，佢哋都話性價比高。我自己覺得比起凝膠真係方便好多。呢支噴霧360度嘅設計，點樣噴都冇死角，唔使遷就佢嘅噴射方向。檢測報告證實可以即時抑制99.9% 絲襪細菌，即時舒緩痕癢同埋刺痛問題，真正做到快、狠、準。白茶花因子可以去除不良氣味，仲添加咗美白、緊緻同埋保濕嘅成分，改善私密部位嘅暗沉、黑色素同埋乾燥敏感問題。自己係使用咗之後，真係覺得噴落去嘅感覺涼涼地，有一陣花香味，唔會再覺得有唔舒服嘅感覺。而且平時細細支咁放落手袋都好方便。噴霧可以用喺平時嚟 M 運動或者沖完涼之後。絲襪妥膠囊同埋噴霧內服外用，治標治本，效果更加好。如果你都有遇到類似嘅問題，試下 Feminipol 嘅產品喺萬寧門市同埋網站有售。喺 description box 仲可以拎埋20蚊膠囊同埋10蚊噴霧嘅現金券，即刻分享俾你身邊嘅朋友啦！喂，你咁樣講我，你個 pineapple 有冇飲咧？甜甜。呢咪真係炸出嚟嘅咯，炸出嚟嘅菠蘿。應該係隔咗炸出嚟嗰啲。哦。不過應該有唔知有加其他嗰啲果汁落去。係。咁我哋另外入邊咧就可以再嗌嘢食啦，分咗2個 menu 啦，一個咧就係飲品嘅 menu， 另外一個咧就係小食嘅 menu 嚟嘅。現場裏邊啲意粉啊，大概80零蚊啦，差唔多香港左右嘅價錢，咁就可以再睇埋個 show 嘅。呢個咧就有個杯 Sex on the Beach， 我都唔識啦，係 cocktail 嚟嘅，試下先，酸酸味味咁樣。而家試下嗰個炸魚先，咁佢側邊咧會跟咗個蝦醬咁樣。我哋而家試埋個意粉先，肉醬意粉呢個係芝士波入邊好似係有啲厚啊，嗰個皮。呢個薯波咧，佢就熱嘅入邊，好似薯仔咁樣，有啲芝士流心，軟軟地咯，又唔係話好熱嘅。入場咧同埋現場嘅消費咧，佢係分開兩邊嘅。最後埋單咧係個18千萬10萬8萬257，唔係點啊？275萬8千個18千萬10萬8萬200萬5750蚊，應該咁樣講，257500
咁咧其實計翻港幣咧就大概766蚊左右啦。咁我哋現場每人都嗌咗一杯嘢飲啦，然後嗌咗啲意粉啦、2個 burger， 仲有啲小食啊咁樣，貨俾你平時酒吧一個超啊咁樣嘅地方，正正常常啦，即係過嚟呢度都係食個氣氛環境，而唔係真係食嗰個味道啊咁樣。咁我覺得都 OK 嘅。其實成個表演內容真係好睇同埋刺激，但最近出現咗一單港人去富國島睇火舞表演被火球擊中嘅新聞，火球擊中咗面部，導致面部出現咗紅腫同埋頭髮燒焦嘅情況。雖然我哋去嘅並唔係涉事嘅餐廳，但呢種高觀賞價值嘅表演一定會存在風險，因為火球喺表演過程中拋擲嘅路徑可能都會受風力、力度同埋場地因素影響，並唔係完全可控。我哋當時餐廳都有出現過類似嘅情況，火球喺表演過程中偏離軌道，飛到去觀眾側邊，但職員都好快手，即時撲熄火種，所以冇任何人受傷。但呢種小插曲真係會令到人哋擔心同埋緊張，所以好彩我哋呢次睇火舞表演，大家都算安全。但富國島類似嘅餐廳喺之後可能喺表演同埋觀眾安全上面都要更加留意，避免有同類型嘅事情再次發生。中意條片嘅話，記得 subscribe 我芝麻，我哋下條片再見，拜拜。芝麻閂門。